澳洲昆士蘭嘅水災持續惡化，威脅首府布里斯班，數以千計居民撤離家園。水災至今已經造成最少22人死亡，超過90人失蹤。喺澳洲第3大城市布里斯班，繁華嘅大都會變成好似一座死城，好多公路同建築物都被洪水淹浸。流經此區嘅布里斯班河水水位不斷上漲，沖走泊喺岸邊嘅船隻。加上再有連場大雨，洪水開始威脅市中心商業區。當局警告沿岸低窪地區可能會有近2萬間房屋水浸，數以千計居民已經漏夜離開。電力公司亦都已經停止區內大約7萬戶嘅供電。有民眾拍攝到另一城鎮圖文巴星期一落暴雨時嘅情況，洪水沖走多架汽車。喺洪水退卻之後，多架汽車互相重疊，嚴重損毀。總理吉拉德去到災區一間臨時安置中心探望災民，佢強調會全力協助昆士蘭渡過難關。Queensland has already faced some dark days, and there are dark days still ahead. But Australia is standing with you. 今次昆士蘭水災已經持續超過2星期，水浸範圍有法國同德國嘅面積咁大，而洪水更加逐步威脅相鄰嘅新南威爾士州。當局形容今次水災係50年嚟最嚴重。有專家認為反常嘅暴雨天氣係由於拉尼娜現象造成。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。美國國防部長